今次腎科學會齊集咗咁多位醫生、醫護人員同埋腎病嘅病友一齊去完成一幅畫。我哋都希望用一個輕鬆嘅手法，令到更加多人關注腎臟嘅健康，做到早察覺、早確診、早治療。亦都希望鼓勵腎病嘅病友能夠活出精彩嘅人生。呢一次都係我哋第一次用畫畫呢個方法，仲要咁大幅添。腎病嘅成因有好多，包括咗一啲唔好嘅生活習慣啦，例如吸煙啦、缺乏運動咁樣。另外一啲內科嘅長期疾病都會影響腎臟㗎，例如呢個心血管嘅疾病啦、糖尿病同埋血壓高咧，都係腎病嘅主要成因。同所有嘅疾病都一樣，越早發現當然越好啦。不過腎病嘅早期症狀都唔係太明顯，令到好多人因為忽略咗而錯過咗治療嘅黃金時間。當腎病持續惡化，病人嘅排尿啦、睡眠啦都會受到影響，亦都甚至咧有陣時會出現咗氣喘啦、腳腫、腳痛呢啲症狀咁嘅。其實腎病只要發現得早，係可以透過藥物治療同埋改善生活習慣去控制病情嘅。所以我哋都希望大眾市民咧一定要定期驗身，咁其中包括咗驗血啦、驗尿啦，咁先至可以及早發現、及早確診、及早治療嘅。另外，大家平時亦都要多注重健康，飲食要均衡，多做運動。尤其糖尿病嘅病友，一定要好好咁控制病情。例如，利用新一代嘅控糖藥物，既可以控制血糖，同時可以保護腎臟，咁就可以有效咁預防腎病㗎啦。希望透過今次咁有趣又咁有意義嘅活動，大家可以記住早察覺、早確診、早治療嘅重要性。對已經患上腎病嘅病友，亦都千祈唔好氣餒，一定要積極咁去治療啊！